信信與睡覺小星星的夜晚。從前有一個小男孩叫信信，他長得很可愛，但有時候會很調皮。他最喜歡搗亂，尤其愛欺負他的工人姐姐。有一天晚上，姐姐正在幫信信整理玩具，信信卻突然跑過來，拿起一隻小恐龍玩具，狠狠地打了一下姐姐的手。姐姐痛得叫了一聲，說：信信，這樣會痛的，不能打人啊。但信信只是樂樂笑，覺得很好玩。爸爸聽到聲音，走進房間，看到姐姐紅紅的手，皺起了眉頭。他把信信抱到床上，溫柔但嚴肅地說：信信，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有人打你，你會不會痛？姐姐幫你做事很辛苦，你要學會站在她的角度想想。信信歪着頭，聽不懂爸爸的意思。爸爸指着窗外一顆特別亮的小星星說：你看那顆睡覺小星星，它每天晚上都在天上守護大家。如果它調皮，把別的星星推來推去，那些星星會不會難過？信信看着那顆溫柔的小星星，點了點頭，說：會難過。爸爸接着說：對啊，姐姐就像那顆小星星，照顧你，陪你玩。如果你打她，她也會難過的。信信低下了頭，第一次覺得自己做錯了。他小聲說：我不想讓姐姐難過，我以後不打人了。爸爸摸摸他的頭，笑了：好孩子，知道錯了就好。睡吧，小星星會陪着你。那天晚上，信信抱着一隻小星星玩偶，躺在床上，閉上眼睛。他夢見自己和姐姐一起在天上，和睡覺小星星玩耍，大家都笑得很開心。從那天起，信信變得乖多了，再也不打人，還常常幫姐姐一起整理玩具。窗外，睡覺小星星眨了眨眼，好像在說：晚安，信信，明天也要做個乖孩子啊。